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同学研究一个客家实验拍拍语文的研究第70密集有10篇文章。今日嘅主题係回憶頭擺農業主題童年生快樂交流嘅生活。這文章篇一課文呢，一詩一語對照錄音。第62篇提供各位鄉親大家回想過去韓式時節嘅一個童年嘅生活、快樂嘅生活，都係教育物嘅咧。本文章是在屏東縣提起客家語文文化國術強嘅田野調查嘅研究啊，由本人所提供嘅一個在做調查。在97年11月20完成一個報告案咧，哈。後來我哋就試來同時，將一個童玩教嘅東西啊，教了嘅東西，都帶有一多項體育史嘅概略嘅，去同大家嚟做一個報告，幫大家嚟做個回想案咧，哈。童年生活可以講得係文化嘅一種哦。本採訪藝術童玩，雖然交流嘅都童玩嘅飛轉啊，也可以睇得當時這個細人嘅農業、細人嘅生活嘅環境係樣板。在民國50年以前，可以講得在童年的生活中啊，所使用的乜嘅嚟，本係分啦，本係醫啦，本係教啦，本係讀啦嘅主題係廢物利用嘅形態。到為60年代以後呢，將有真實嘅玩具出現咯，教嘅東西出現。所以一作為時期，雖然係教了，但係其中含有賭嘅成分也係不少。至於有賭嘅行為，必定愛同左鄰右舍嘅小朋友有密切嘅來往，打下為小朋友嘅社會人際關係。在當時雖然呢，可以講啊，社學嚟講啊，真係每個學校都有最少2班100人以上哦，全校只有200個人啊，有一個小朋友嘅社會來往，打下為人生初期嘅社會結構。目前已經將頭度所講嘅現象啊，完全消失去了，促成了人與人之間談話為本篇將調查、訪查、批准嘅結果全部所交了嘅東西呢，有一個49篇體育史嘅去託問大家嚟做一個回想。可能韓地的夢，唔頭話韓式有做乜嘅夢。第一個是講啊，趯酒色咧，酒瓶蓋啊，趯酒色咧。第二個呢，趯木榔子嘅那個棍嘅嚇，個木榔嘅個字叫做趯啊啦。第三個呢，農書呢啊，第四個衣乜嘅咯？呢個鋪落1鋪落2鋪落嘅個內行一副嘅。第五是趯塔嘛，塔嘛就是玻璃珠啦，玻璃珠。第六打揭落嘅，揭落嘅名字要講啊，打科嘛，打陀螺，打撳落一個名字。第七個跳格嘅，一個細妹5星嗰度教嘅好東西。第八是跳索嘅，
也是五行嘅方面。嗰個鐵銅礦嘅表現前，鐵銅礦嘅一個銅礦嘅呢，就是講啊罐頭嘅乾呢，玻璃那個鐵乾呢，其實呢是腰破夾殺，腰破夾殺呢，就是兩個數字夾殺頭嘅各位鄉親，係咩嚟到嘛？腰破夾殺叫唔同道。第12個呢，係個表現前，白虎鄉親就是講啊抗人前，一個12一個腳搖貴嘅，特別暗搖嘅時間呢，如果偏西後嘅講啊啦腳搖貴哦，多話轉來呢，一個分數一個半太後嘅是強強嘅第13個卡庫蘭堡，個卡庫蘭堡日本話，就是在水方、太準方啦、水板方啦，就冇知咩比賽本人了，叫做個卡庫蘭堡一將軍一個在一個在那個冇得在水堆裡嚟表現潛用嘅一個事情呢，可以講到美濃有個神奇所在喲。兩兄弟在比賽，一個唔敢萬人冇請求，結果到了尾呢，一個冇得模仿嘅嘞啦，人人都模仿嘅啦。14將軍就解釋日本話喎，就講啊，將軍第二功是將軍就是太監，所有人呢不是第二功義功第個波動無所謂嘅當時第二功。第6呢，就是六氣，行六氣有5六粒字，兩順方各有6粒字一個第16射羅氣，行射羅氣。第7呢，10雙氣，作雙氣，大家都會知啦。作雙氣嗰啲呢，等同大家詳細18位嚟講。第18的朱家拉番呢？家家酒，朱家拉番呢，一個佢講最時尚，因為當時生意呢非常嘅多，銅鑼大三場，唔係滿盤嘅大三場規種嘅寫後嘅啦，冇做事冇做事嘅，也會涉潮風嘅啦，大家嚟搞加信用啦、土價位啦、煮飯啦、防止他人嘅行動嚟做，一個叫朱家拉番一個19，一個茄子棒，茄子棒就是撲克牌，撲克牌呢可以講得講過後來個文明嘅一個文化教法。第20，一個牛夫節攞出嚟講節，一個婦人付出嘅一個好多人講啊，是啦，硬牙票嗰種嘅東西一個唔可能。牛夫節節呢有一個元帥嘅帥，冇做將軍嘅將，一個節21嘅演員工嘅比賽，一本書啲都嚟南方嘅來，人可能買人員工嘅，土法啲都嚟員工嘅個多，個多人就贏嘅，一個就是係寫所教嘅。第22木柄嘅，木柄嘅就是講用一個用筋啦，布條啦，就冇做方啦，花啲人看呢，鬧人啦失sắc嘅，腰破夾殺一樣第26呢，先綁一個就食咧，一個用綁嘅咧，綁住一個高就食咧，跌就食咧一樣一個可以講得講當時生意嘅時間數年啦，就食咧啦，他媽啦、舅媽啦，非常嘅多。但是我哋嘅語言之中，兼有幾多是日本話第22木柄嘅木柄嘅
同我有人講 MGG 嘅，MGG 嘅呢，就是講表演前，當時表演前有一神奇，大家記得啦嗬。再看23嘅13嘅呢，一個就是講一個用1、2、3、4那個有5粒石頭，嗬，用嚟搞嘅一個有9個人就記得啦嗬。13嘅，第29呢，一個木棉桃做口嘅，個木棉樹開花，又叫桃嘅時節，唔正開花嘅時節，就摘下嚟做口嘅，一粒傳嚟去啊，有香枝呢做口嘅嚇，口嘅就是餃子嚇，第27呢。糯米麵，嗰啲乜嘢弄那個夾啊，嗰叫啊嚇。第28就是講摘洋桂花，一個洋桂花就個芒花摘下來，用一個摘嘅方式呢，可以頭前兜一個鏈呢，兜一個鼓呢，就嚟篤喺去個神奇啊嚇，一個摘洋桂花就是芒花。啲沙子，南普講沙渣花，29個木棉桃，嘅那個做口嘅，頭都講過啊，嚇，嗰個第30一個暗夜嘅，最通常嘅事情就暗夜嘅嚇，尤其中央嘅生意呢，頭一分數係暗夜嘅嚇，第31騎馬上陣。騎馬上陣，一個要頭前1人，後背3人，輸拿了1人騎喺度當個來一個萬人將對方一個送下來，佢就贏啦，騎馬上陣嗬。當時嚟講是呢，生意嘅王道太細強啊，家中都冇意見咯，一下冇相同嘅嗬，時態不同。個愛嘅教育啊，特別乜家都會試都冇要緊嚇。32做樹口嘅嚇，做樹口嘅，讓人做咯，唔計數做樹卡，有樹卡做樹，對方又想咯，有樹卡做樹，呢2、3個樹在做樹，唔卡愛做樹，愛卡愛有樹，呢做口嘅單個可以操人嚇。所以用樹做口嘅，在頭白以前啊，可以講得講實用於在有樹上啦、養嘅啦、行路唔得嘅啦，所以要做樹口嘅不會錯啊咧。2個人講起來用樹做樹口嘅，一個做樹口嘅講人，第33，8號嘅呢，也就係綁體索啊，過去呢綁體索幾流行嘅事情啦嚇。34綁體索啊，頭都講8號嘅，就是拍到頭前，萬一不然拍到都計算再下去安尼個8號嘅有個教法，騎馬上陣頭都講過嚇，綁體索，嘢都一班級嘅人咧，2個就中意窮下嘅啦，過年嚟講甚至拔河比賽。客話呢就綁體索啊呢，35打水飄飄嘅，乜個都打水飄飄嘅咯，就是用扁扁嘅石頭，接喺水面上，每件彈到過去嚇，打飄飄嘅，打水飄飄嘅，打飄飄有乜嘅意思呢？也應用過嚟講有氣無回，有希望多人嚟真正過年講是那個包子打果。包嘅打橋嘅一樣安尼啦，打水飄飄嘅。第36一個寶鉗呢，寶鉗呢，一個寶鉗呢就人家嘅東西，我買嘅東西，本你落個下去，亦就寶鉗呢，一個神奇。37檳榔樹葉啊，嚟拖檳榔樹葉，一個過去韓式時節啦。生意嘅時候就係檳榔葉嘅殼腔，檳榔嘅盒嚇，頭前有檳榔嘅
管安尼去拖拖生意呢，但是那个头摆拖挨每时间呢拖啊，脚愈爽哦，也个做拖槟榔，按过呢，麦便机诶，便机棍呢，麦便机棍呢，嘿，头摆个说便机诶，也还讲无啊，用个留下来棍呢呢，个便机棍呢可以做乜个？可以教啦。对，嗰类呢，一个平时用嘅呀，便机棍呢，便机棍呢，铁球呢，变自由诶，也是个通常嘅事情，一个比可能慢人咧比嗰個，按個機索嘅，就是一條索嘅，它叫做搖向變來變那個綁來綁去嘅機索嘅，一個踢嘅模子呢？踢嘅模子呢，都踢毽子，那個在50年代啊，嗰流行嘅事情咯。踢40年斬牛茶鏈呢，斬牛茶鏈呢，個一個斬牛茶鏈呢，就牛茶鏈那個鉗呢，個牛茶鏈呢，另外有個鐵皮，一個鐵嚟做嘅皮。一個放喺度拿下來，用一個塑造個波泡模糊模型嘅東西用，按呢種個行路嚟將棍個神器43拖檳榔學嘅那個頭先講過嘅44做吊沙嘅，吊沙沙吊嘅，講到一個事情呢，過去個老人家都磨沙嗰條個老阿婆。反方向來吊一個沙條嘅結果就沙到切架啦，一個45分下馬必搏，分下馬必搏，一個分一個就古書方面咧，你所講嘅分度一個三德思是相同本係分一下，本係度一下，一個被普遍知道個很落得嘛，參加得嘛，很落得嘛，一個下馬必搏，就係用嚟硬嘅，做平，佢放一下嘢，可能慢啲高體強嘅嘢呢，都同高細強嘅嘢都染嚟再補一個就係過去所做嘅一個生意呢，時尚教嘅東西啦，事實同樣教了成法啦。佢哋雙方來有50人嘅一個成法咯，一個那個教了嘅東西，成法酷忙酷民意教我村用嘅2粒木柱有搭鋼皮鋼皮糖嘅什麼？鋼皮就是牛皮用樹鋼嘅是3抽都無所的，像佢留了那個人講鋼皮留。2條米奇板留米奇板嘅有時事實同樣生活真係快樂，所以以上呢是我所調查到嘅很多種一個過去生意呢，講起來也可以講得非常嘅快樂，唔會從一下生意呢冇聯繫也冇朋友唔係講冇朋友，個小朋友啦。可能佢當時在美國40來年嘅時間呢，可以講貴重嘅生意呢，幫忙非常嘅多，一家人最少有4個生意呢，一起埋去10家人都有50-60個人，佢鬧嘢嚟好，這個大家請大家嚟談一個李心慈小姐呢所創嘅童年夢一個鄭桂英小姐所創嘅飛越長春夢嘅兩條歌非常嘅好聽。好，再看下啦，一個韓式是這個教了，第一個圖就是柳暗含，繼續講美濃結不了方面，柳暗含，大家起作通啦，對柳係大家有許多，所以一個柳暗含呢，可以講得講非常嘅多元，有好嘢一天啦，可以講得講叫扛啦，太當了啦，上叫了，下叫不了，本體
佢教凊彩教喺度要40-50年在教嘅，要教啊要好教水嚇，教水。嗰兩暗含，暗含對你可以講啊，對中南部ที่ไทย嘅一個暗含，啲到你撇鋪嘅啦，一個唐石啦，一個類啊喺度，所以這個基督徒，佢等基督徒來潮水，這個去睇轉行啊，一個又係講啊，一個個體嘅生意咧，就19歲、20歲左右就開始會學基督徒嘅，因為途中所基督徒咧係嘅那個美濃結陽嘅理宗，徐正金先生才表演俾人看嘅嚇，讓喺基督徒家家戶戶都有個祝禱。再看到一個暗含條，也係呢，即係希望農委會也係一個相關嘅單位啊，嚟化妝嘅嚇，前像美濃嘅過水橋一樣嚇，但是也係呢，實在都看唔得嚇。各位後來再看看打揭落嘅，揭落嘅呢個監落，陀螺，一個日本話就講扣嘛，嗰啲教招式咧呢，實在個神奇嚇，招式嚟教我兩夫妻慢慢，人啊兩夫妻就唔係，佢都個風順咯，個都個天氣嘅，就會講啊，教他嘛，跌他嘛，要用跌起嚟嘅，要用樹拿打起嚟嘅，好，第八個呢，也就係那個苦練書，一個從演變成一個用以後啊，就變成一個天牛，各地方嘅講法唔馬相同嚇，也就係話咯，美濃嘅旁邊就講啊，插牛插牛，依家應有一擺，先用一個雜位節啊，個都是插牛啊，飲或者冇飲意嚇，也本來講一舞一拍，好，嗰個叫做跳索嘅，嘅那個嘢都現代嘅跳索嘅啦，過去唔係安尼嚇，嗰個鐵銅鋼啊，嗰個下來呢，特別就係教蘇寧，蘇寧有幾種教法，都攞起嚟嘅啦，冇就用沙起嚟嘅啦，個有到你羊啊多個多，一數慢慢呢，蘇寧過去嘢都不一樣，別師傅，做勢唔做勢，就會教蘇寧安尼嚇。好，那個下來其實咩就調沙嘅嚇，頭都講過嘅嚇，一個文章上有寫啊，第11呢就調下馬嘅呢，其實佢嗌嘅準確喎，但係會出 BB 安尼嚇，但是最會唱歌嘅時間，最會嚟調下馬嘅呢，可以講啊，坐在天橋呵。T3橋、T4橋嘅下馬會聽到佢嘅聲音嘅啦，我就過嚟。聽講美濃兩度有個下馬王啊，一坐就重要，而就要專門用樹一錘嘴角嘅啊，嘅一嗶啊，但是俺哋韓式特殊時間，最神奇時間呢，就會個好多鄉親來釣下馬嘅時間，俺哋就會做嘅沙果打怪嘅聲啊，沙果打怪嘅聲就係那個下馬位呢，佢就長好，再看啦，這個插機咧老嘅時間真係唔係用嘅啦，個使用插機老嘅寫下位啊，來協調詩協調詩，後來一個協調詩是乜嘅意思呢？本意協啦，不是龍蝦，寫米嘅意思就係啦嚇，話本意協調詩嚇。好，再下來就講第15個，嘅牛屎餅，頭擺會飲牛屎餅，第一個是對皮用嘅，第二呢係佢也可以燒火嚇，也叫做燒火用嘅做皮也做得係啲，16呢就
气啊，所以牛背了行来装药，色彩又爽快啊！当然个时间，有的人读书有点吹社会啊，也做得；读书有来那个看书也做得啊。特别牛诶个怪啊，色彩牛诶可以讲农民非常重要的一个动物咯，所以对牛好不可以一个来虐待语言，好我的生态啊，所以起牛，嗰個咯一個一科技棒，好一科技棒，科技棒有個呢撲克牌，好再看到一個係有10米粒相機，10米粒相機啊，航相機，馬尾行業，炮呢家己粒，相呢行14。字呢，一步一步行到邊呢，一個有人教我咯，無日無夜喎，啊，好一個30年相機啊，就講到看到相機會講一聲，相機是可以講啊大粒用啦，大3個用啦，哦，相機在1986年嘅時間叫做美濃嘅激動國際話。體界教育台片，為了籌募一個新建司令台前拉嘅，佢就有天意界嘅同行呢嚟做起嘅本教育嚟賺，一倍是吧？哦，伊講做起嘅本嚟賺，結果出到封面呢，也做封面呢，個做一代嘅，做一百嘅，全部都削減。因為大家都冇面到，我講啊，做企業本人賺，我出封面那個冇面到安啦嚇，經費一下會出少嘅，我再看跳起嘅嗰陣時嚇，嗰個呢一個那個陸軍器，好一個冇遮呢，啊，鉛呢有讀遮呢啊，這個踢嘅冇鉛呢啊，鉛呢都有人講嚇，暗藥嘅也都通常嘅。那個病人前，有一個啊，病人前要按到 MGG 嘅，一個病人呢咯，去過去啊，有人病啊出，個頭白，一個嗰個廿個人，嗰有錢嘅人，拖價位時間呢，會搭兩副棺材，棺材就病啊出，那個咯，所以一個主男呢。旁身行，所以說呢也唔驚哦，就上個病啊才叫，安啲就古董嘅呢，也是地被手下嘅阿牛妹啊，個病人前咁走過去了啊，萬人前咪到啦嗬，阿牛妹做唔得，頭就過去我開了喎，好一個下嘅呢就是個暗含嘅標誌，過去多見啊，都會希望。一個水政單位能也係政府，高雄市政府也係水利署，也係學委會等將一個美濃解不了嘅一個暗含，就整理好啊，增加地方嘅一個發展一個公用嘅風景啊，所以當一個解不了有徐萬祥博士啦、林永賢呢個商業廠。社會嘢，以及阿廖伯等都係客家事務諮詢委員會，大家共同嘅願望，但是多見呢係冇點冇檔，冇天冇土啊嚇，也是對台灣中南部體態嘅美濃解不了嘅水利安排，可以上面看到底全部情況係樣嘅。一個美濃解不了安排呢，親像上市。一個李秋霞設計所創嘅野草花一樣啊，一本劇無人來幹，無人來表演。對1983年嘅時間，1908年咯，嗰時就開始做嘅，在我32年之前就可以做嘅，但是到今呢，一個日本人做嘅暗含。可以講啊，冇用水做嘅，唔係膠壁爐嘅嚇，所以非常嘅堅固耐用，多一下都係安嘅。只有老輩嘅失敗符合啦，
以上希望大家上感謝你，謝謝。希望俺自細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